中秋伫要到啊，加上即马有风台要来，有真侪物件拢已经伫咧起价。亲像台南即个的温啊，因为进前落大水雨，造成这蛤蟆、蚵仔大量死亡，山地价销也拢已经起起来咯。另外，这2天菜市价销嘛起差不多2-3成，农民是趁着好天，赶紧甲即寡菜市收成。菜园内底6-7个工人，对透早5点开始，就无用咧挂菜。趁好天，赶紧甲遮尔水的应菜采收，若无连绵风台，阁要来啊！先加减采收啊！这今仔日准备要收偌济？啊，唔知就报偌济算偌济。主管农会原底拜5菜市无进货，嘛是听到阁有风台的消息，农民挂偌济，农会就收偌济。按算拜5菜市进货量有2吨。这2日来的菜，因为还未足济。听到风台要到，所以农民有这种预期心理，包括做生意人，伊嘛拢会加减囤货，所以价钱拢加减价2-3成拢有。其实顶到风台大好了后，菜市专区附近的菜才差不多会当采收，菜价嘛当咧回稳，想袂到即马阁起2-3成。另外起价阁有海产。七股遮堆敢若树山的蛤蟆壳，拢是因为顶个月大水雨受害。整个七股区来说，死粮大概是有30-40%，现在目前产地价大概涨了20%左右。这样大部分拢开喙啊，拢死啊。七股的蚵仔甲蛤蟆是因为落雨，温仔海水的盐度无够，造成死亡。产地蚵仔即马一斤起到140块，后礼拜中秋恐惊阁会阁起。记者陈家文、赖维做高雄台南综合报道。